又係站立式運動時間啦，大家預備好未啊？而家我哋就開始啦。呼氣，緊握拳頭，遞手上天花，拉直個身，收腹，同時提腿，吸氣，手放返落嚟，打開，同時腳伸直指去側邊，再呼氣，重複動作。呢個動作除咗收腹之外，就可以改善姿勢，亦都可以鍛鍊手腳嘅肌肉，同時亦都可以增加身體嘅敏捷度，增加關節嘅靈活性。曲手踭，呼氣收腹，將隻手搖去後邊，手踭指後，同時提腿，腳趾盡量指去地板，另外一隻腳就趌腳踭，吸氣放翻隻手落嚟。做嘅時候要留意手臂要貼住個身，手臂係前後擺動。呢個動作除咗收腹之外，亦都可以鍛鍊手腳嘅肌肉。用力曲手踭，手心向下，呼氣收腹，提腿掂手板，吸氣。將隻腳發去後邊交叉，再呼氣，隻腳翻返連前面，提腿掂手板，吸氣，腳落返去，再呼氣，重複動作。做呢個動作主要就係練大髀嘅肌肉，同時亦都可以伸展大髀同埋臀部外側嘅肌肉。呢個動作可以增加身體嘅靈活性。做嘅時候可以因應自己能力，由慢開始做。同埋提腿亦都可以唔使咁高，慢慢開始。吸氣，手緊握拳頭，拉上天花。呼氣收腹，重心後移，曲膝，將隻手發落去。吸氣，拉直個身。呼氣，雙手貼住耳仔，曲手踭。吸氣，遞翻隻手上嚟。呢個動作除咗收腹之外，就係練下肢嘅肌肉。同埋拉直身體，改善姿勢。用手踭屈去後邊，可以收緊手臂後邊嘅肌肉。吸氣，拉直個身。呼氣，手放喺心口，收腹，重心後移，曲膝。跟住將兩隻手指打開。呼氣，雙手擰去側邊，同時隻腳喺後邊曲膝，踢去對側嘅臀部。吸氣，手放返中間。拉翻直個身，呼氣收腹，又坐低，重複頭先嘅動作。做呢個動作，除咗收腹之外，就係練下肢肌肉同埋手嘅肌肉。吸氣，雙手好似拎住個大波咁樣，伸上天花，同時腳踭離地。呼氣收腹，重心後移，同時隻手好似畫圈咁樣放喺大髀嘅前面，腳踭落翻地下。吸氣，又重複頭先嘅動作。示範又做完啦，請大家做多幾次，有問題嘅可以留言問我㗎。好啦，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